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30位的倒球的好手，包括奥运的国手庄智渊，趁着无比赛的浪棒，到台东甲国中、国小的学生交流来拍乒乓。学生囡仔看到心目中的崇拜者现身，佮教因来拍乒乓，拢痛甲唔好讲。 补上国中的选手足专心来拍球，但是向正边一看，还没对拍，竟然是足一摆参加奥运的倒球国手庄智渊。疫情的影响，国际运动比赛拢延后，嘛，互这歌手有机会到台东和国中小的学生交流。 回馈基层的一些这种活动，那刚好也没有出国，所以就参加这次的活动。国际排名即马升足紧的黄金倒手林文如，和国小的学生对拍，两边你一球我一球，无咧客气的。包括陈建安、郑怡静30个一流的好手，连续3天到台东，难得有这个机会会当当面甲这个国手请教，学生拢足紧张嘛，足欢喜的。趁拍球休困的时阵，嘛赶紧摕球，互这个国手签名。 从小到大的梦想，在现场看他们比较帅。郑重一些桌球用具，希望能提升台东这边的桌球风气。东京奥运，中华队已经摕到男女团体参赛权、男单、女单各2张门票。除了爱争取好的成绩，透过偏乡的教育，嘛，互囡仔加一点鼓励，向因的目标前进。